大家試下想像一個畫面，你依家90歲啦，你坐喺一間好舒服嘅屋入面，出面陽光普照，但係你邊度都去唔到，你雙腳完全冇力，想起身去個廁所都要人扶，你想抱下你個腮，但你連抱起一隻貓嘅力都冇。最慘嘅係你大腦一片混亂，望住眼前最親嘅屋企人，你竟然叫唔出佢哋嘅名。你覺得咁樣嘅生活仲算唔算係生活？我哋成日都祝人長命百歲，但係大家有冇認真諗過，如果代價係最後嗰10年，甚至20年，都要喺病床、輪椅同埋無盡嘅藥物之中度過，咁樣嘅長壽到底係一場祝福，定係一場漫長嘅折磨？今日我請咗我的好拍檔袁先生，用廣東話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足以改寫你後半生命運、震撼全球嘅神作。英文原名 Outliv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Longevity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同大家講解嘅書係《長壽抗衰老的科學與藝術》，英文原名 Outliv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Longevity， 作者彼得阿提亞 Peter Attia 醫生，背景十分專業，佢係史丹福大學醫學博士，亦喺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做過外科醫生，但係正當佢喺醫學界最頂尖嘅殿堂工作嘅時候，佢發現咗一個極度殘酷嘅真相：我哋現代嘅醫學系統方向根本就錯晒。阿提亞醫生指出，現代醫學只係幫我哋延長死亡嘅過程，而唔係延長健康嘅生命。為咗打破呢個困局，佢結合咗最前沿嘅科學研究，寫咗呢本被譽為長壽百科全書嘅著作，教我哋點樣由細胞、肌肉、大腦到心靈，全方位重啟我哋嘅身體系統。如果你想自己到咗80歲、90歲嘅時候，依然可以去行山、去旅行，大腦清醒，生活自理，甚至可以同孫仔孫女一齊跑跑跳跳，咁今日呢條影片，你一定要一字不漏咁睇到最後，因為阿提亞醫生將會交俾你一套完全顛覆傳統認知嘅長壽行動指南。第一部分，觀念嘅革命，醫學2.0 ES 醫學 3.0。要明白點樣長壽，我哋首先要搞清楚點解依家嘅醫療系統幫唔到我哋活得健康。阿提亞醫生將人類醫學嘅發展分成了3個階段。首先係醫學 1.0， 呢個係古代醫學，基本上就係靠估、靠迷信。當時人類對細菌、病毒一無所知，生病就當係神靈懲罰，平均壽命只有30到40歲。跟住人類迎來了偉大嘅醫學 2.0， 呢個就係我哋依家身處嘅現代醫學時代。醫學 2.0 嘅出現簡直係人類歷史上嘅奇，因為青霉素、抗生素嘅發現、疫苗嘅普及，加上公共衛生嘅改善，人類成功戰勝咗鼠疫、天花、霍亂等傳染病。如果你意外斷咗骨、盲腸炎或者被車撞到，醫學 2.0 可以用極之高超嘅手術同藥物將你由鬼門關拉返嚟。但係醫學 2.0 有一個致命嘅盲點，它是反應式嘅 reactive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等你有病，我先醫你。你血管塞咗，我幫你通血管；你起咗腫瘤，我幫你切除或者做化療；你血糖超標，我開行糖藥俾你。阿提亞醫生用咗一個好生動嘅比喻，這就像你揸緊一部車，架車嘅迫力，車其實喺10年前已經開始慢慢磨損，但係醫學 2.0 嘅做法係一直等到你架車衝落懸崖，撞到粉碎嘅那一刻，先至衝出嚟話：喂，等我幫你整返好架車啦。呢種做法對於傳染病或者急性創傷好有效。但係面對現代人最主要嘅死因慢性疾病，就完全無能為力，因為慢性病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，佢哋係喺你體內潛伏咗10年、20年甚至30年先至會爆發出嚟。所以阿提亞醫生大力倡導，我哋必須要將醫學思維升級到醫學 3.0。 醫學 3.0 嘅核心係主動防禦 proactive，他唔會等你有病先去醫，而係要喺你完全未有任何症狀嘅時候，甚至喺你30歲、40歲嘅時候就開始介入，
主動去預防、延緩，甚至逆轉呢啲慢性病。喺醫學 3.0 嘅框架下，我哋要追求嘅唔單止係 lifespan 壽命，你活咗幾耐，更重要嘅係 health span 健康壽命，你健康有活力、無病無痛嘅時間有幾長？如果一個人生理壽命係80歲，但佢60歲就開始坐輪椅、失智，咁佢嘅健康壽命就只有60年，剩下嗰20年只係維持生命。醫學 3.0 嘅目標就係要將你嘅健康壽命曲線拉平，讓你活得又長久又健康，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，先至迅速無痛苦咁離去。第二部分，認識4大健康殺手。要打贏呢場健康保衛戰，我哋首先要知己知彼。阿提亞醫生指出，現代人有超過80%嘅非意外死亡，都係由以下呢4大健康殺手 Four Horsemen， 又稱死亡4騎士所造成：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、癌症 cancer、神經退行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、失智症、2型糖尿病與代謝功能障礙 Type 2 Diabe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。呢4個殺手其實唔係獨立運作嘅，佢哋背後有一個共同嘅大佬，就係代謝功能障礙。好多人以為自己體檢報告上嘅血糖、血壓尚算正常，就代表自己好健康。但阿提亞醫生警告，胰島素抵抗 （insulin resistance） 同代謝異常，往往喺你確診2型糖尿病嘅10到15年前，就已經喺你體內默默搞破壞。當你長期攝入過多嘅精製碳水化合物同糖，你嘅細胞就會對胰島素變得唔敏感。為咗降血糖，你嘅胰臟唯有分泌更多嘅胰島素。這種高胰島素血症會引發全身性嘅慢性發炎，而發炎就係另外3個殺手最中意嘅養分。心血管疾病，阿提亞醫生指出，傳統體檢只睇總膽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-C 其實好落後。醫學 3.0 認為更精準嘅指標係載脂蛋白 EPUB。EPUB 係所有會導致血管硬化嘅脂蛋白嘅載體。如果你的 EPUB 數值高，代表你血管入面有好多垃圾車隨時準備塞爆你嘅冠狀動脈，而呢個累積過程由你10幾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。癌症、癌細胞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們極度依賴葡萄糖來生長，這在醫學上叫瓦伯格效應。當你體內長期處於高血糖、高胰島素同埋慢性發炎嘅狀態，就等於為癌細胞提供了一個5星級嘅溫床。阿茲海默症，依家醫學界甚至將阿茲海默症稱為3型糖尿病，因為當大腦細胞產生胰島素抵抗，無法有效利用能量嘅時候，大腦就會開始萎縮，垃圾如 β 澱粉樣蛋白就無法被清除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驚，原來我哋體內一早已經埋下咗咁多定時炸彈。唔使驚，因為阿提亞醫生喺書中為我哋準備咗最強大嘅反擊武器。第3部分，最強長壽藥運動嘅科學與藝術。如果依家世界上有一隻神藥，食咗可以同時降低心血管疾病、癌症、失智症同糖尿病嘅風險，而且完全冇副作用，你估呢隻藥要買幾多錢？阿提亞醫生話，呢隻藥唔使錢，因為它就係運動。喺所有長壽策略入面，包括飲食、睡眠、藥物、保健品，運動嘅抗衰老效果係毫無疑問排第一嘅，遠遠超越其他一切。數據顯示，一個心肺功能極差嘅人，如果能提升到中等水平，佢嘅全因死亡率 all-cause mortality 可以降低50%。呢個效果比戒煙，甚至比治好癌症還要大。但係醫學 3.0 講求嘅係精準運動，唔係叫你盲目去跑馬拉松。阿提亞醫生將運動分為3個核心支柱。支柱1 Zone 2 Cardio 區間2有氧運動。咩叫 Zone 2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可以一邊做一邊勉強講到話，但唱唔到歌嘅運動強度，例如快走、慢跑
或者踩單車。點解蘇爾咁重要？因為呢個強度嘅運動最能刺激你細胞入面嘅線粒體 mitochondria。線粒體係細胞嘅發電廠。當你做蘇爾運動時，你是在強迫線粒體利用脂肪作為燃料，從而提升你嘅代謝靈活性 metabolic flexibility。阿提亞醫生建議每應該進行3到4次，每次45分鐘嘅蘇爾運動，這是你代謝健康嘅最底層基石。支柱2 VO2 max 最大攝氧量。VO2 max 係衡量你心肺耐力最極限嘅指標。科學研究發現 VO2 max 係預測壽命最長、最強烈嘅單一指標。VO2 max 高嘅人，生理年齡往往比同齡人年輕10幾歲。要提升 VO2 max， 你需要進行高強度間歇訓練 HIIT， 例如全力衝刺4分鐘，心率達到最大心率嘅90%以上，然後慢走，休息4分鐘，重複4輪，每做一次就足以對你嘅心肺系統產生巨大嘅良性刺激。支柱3力量與肌肉質量 Strength and Muscle Mass。 好多人特別係女仔同長輩覺得長壽只要做有氧運動就夠，唔使練肌肉。阿提亞醫生話呢個觀念會害死你。肌肉係你身體嘅長壽保險。隨住年齡增長，人類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肌少症 sarcopenia。 肌肉量同力量會以每年1%到2%嘅速度流失。肌肉唔單止用嚟搬嘢，它更是一個巨大的血糖緩衝器。你食入去嘅糖分大部分都會儲存喺肌肉入面。如果你的肌肉量太少，你嘅血糖就極容易失控，直接誘發代謝障礙。更重要嘅係，長者最怕跌倒。長者跌倒骨折之後，有一半人會喺1年內因為發症而去世。而強壯嘅肌肉、核心力量同埋平衡力係防止跌倒嘅唯一防線。阿提亞醫生建議每要進行2到3次力量訓練，重點鍛雙腿、臀部同核心肌群。第4部分100歲老人10項全能 The Centenarian Decathlon。 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阿提亞醫生，我今年都50歲60歲啦，依家先嚟練，仲嚟得切咩？我又唔係要去做運動員。呢個時候，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溫暖而且極具啟發性嘅概念，叫100歲老人10項全能。阿提亞醫生叫你問下自己，當你90歲嘅時候，你最想做到邊10樣嘢？每個人嘅清單都唔同，但大致上可以包括可以自己由地板上爬返起身，唔使人扶；2可以自己提起一個10公斤嘅行李箱，放上飛機行李架；可以抱起一個15公斤重嘅孫仔孫女；可以自己行上3層樓梯；可以自己由浴缸入面企返起身。呢啲睇落好簡單嘅日常動作，其實需要極高嘅肌肉力量、關節活動度同埋平衡力。如果你想喺90歲嘅時候做到呢啲嘢，根據肌肉流失嘅自然規律，你喺50歲、60歲嘅時候，你嘅體能儲備就必須要達到超標嘅水平。所以你依家每一次行樓梯、每一次做深蹲、每一次快走，都唔係為咗應付當下，而係為咗你90歲時嘅尊嚴同自由，進行緊最重要嘅體能儲蓄。你就是自己人生下半場嘅運動員。第5部分飲食嘅真相，唔好再盲目節食。講完運動呢隻最強神藥，我哋嚟講下大家最關心，但亦係最容易行錯路嘅第2個武器飲食。依家上網，你會見到無數種飲食法：生酮飲食、純素飲食、地中海飲食、168間歇性斷食。每個人都話自己嗰套先係真理，搞到大家一頭霧水。阿提亞醫生喺書入面一針見血咁指出，請大家忘記 diet 節食飲食法呢個字，改用營養生物化學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去思考，因為每個人嘅基因、代謝狀況同生活習慣都完全唔同，根本唔存在一套適合所有人嘅完美飲食法。阿提亞醫生指出，現代人健康崩潰嘅根源
係因為我哋正處於現代標準飲食 SAD 嘅狀態，即是食任何想食嘅嘢，無營養限制，食到飽一飽，無熱量限制，而且由朝食到晚無時間限制。如果你3個限制都唔做，垃圾食物照單全收，你嘅代謝系統好快就會崩潰。要打破呢個短命魔咒，你唔需要將生活變成苦行僧。長壽飲食嘅本質，其實就係有意識地去調校以下3個飲食：熱量限制 （calorie restriction）， 試下食少啲，單純減少攝入嘅總熱量，但唔限制你食咩，亦唔限制你幾時食。雖然最符合物理定律熱量赤字，但醫生極不推薦一般人單純依賴呢個，因為餐餐要磅重計卡路里，會令人產生極大嘅心理壓力，極難長期維持，最後好容易因為食唔飽而報復性暴食。營養素限制 （dietary restriction）， 食好啲，避開某類食物，限制或禁食某一些特定的食物或營養素，但不限制你食幾多，亦不限制幾時食。這是他最推薦優先拉動嘅。極端嘅生酮或純素飲食喺科學界其實仲有爭議。醫生最推崇嘅溫和做法係限制超加工食品與添加糖。當你餐餐食飽，但只食高蛋白質同高纖維嘅原型食物，如優質肉類、蔬菜、堅果、全穀物時，身體會自然產生飽腹感。你根本唔需要刻意計卡路里，熱量都會自然降落嚟。時間限制 （time restriction）， 遲啲食，縮短進食時間，限制每日可以食嘢嘅時間窗口，例如16:8斷食。但喺進食窗口內不限制你食咩，亦不刻意限制卡路里。執行上最簡單，只要體中食飯就得。間歇性禁食可以促進細胞自噬作用 （autophagy）， 幫你清除體內垃圾並改善線粒體功能。但醫生發出重要警告，如果你斷食期間無做足夠嘅力量訓練，或者無食夠蛋白質，你減走嘅往往唔係脂肪，而係你最寶貴用嚟防老嘅肌肉。阿提亞醫生在書中給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階梯式執行策略。佢提醒，呢3個你只需要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靈活調校，1至2個就夠，千祈唔好3個一齊用。基礎版適合所有人。指拉2，營養限制，不要捱餓，餐餐食飽，但嚴格戒絕添加糖、汽水同超加工食品，同時大幅增加優質蛋白質同蔬菜嘅比例。單靠呢一步，你嘅胰島素敏感度就會大幅改善，自然瘦落嚟。進階版有減肥、控糖需求、拉動雙，在只食原型食物、高蛋白嘅基礎上，2加入16:8斷食。3但記住進食窗口內一定要吃夠蛋白質，千萬不要同時拉動3個。如果你一邊嚴格節食 （CR）， 一邊生酮戒碳水 （DR）， 一邊仲要長時間斷食 （TR）， 你嘅身體會以為遇到饑荒，瘋狂分解你嘅肌肉，你會變得面黃肌瘦，免疫力變差。這完全是加速衰老的自殺式行為。而喺所有營養素入面，阿提亞醫生最強調嘅絕對係蛋白質 （protein）。好多人為咗減肥或者養生，餐餐都食得好清，淨係食沙律、菜或者清湯粉麵，結果導致嚴重的蛋白質攝入不足。阿提亞醫生指出，隨住年齡增長，我哋身體合成蛋白質嘅效率會變差。如果你想維持肌肉量，你每日需要攝入嘅蛋白質量遠比傳統營養指南建議嘅多。佢建議一般人每公斤體重應該攝取1.6到2.2克嘅蛋白質。簡單嚟講，如果你體重60公斤，你一日起碼要食96到132克嘅蛋白質。呢個份量單靠食普通3餐係好難達標嘅，你必須要有意識地多食雞胸肉、魚、蛋、豆腐，甚至補充乳清蛋白粉。記住長壽飲食嘅最簡單口訣：先管好食咩？原型食物、高蛋白，再管幾時食，適度縮短進食窗口，最後先去計食幾多卡路里。
由今日開始，先做好食優質原型食物，補充足夠蛋白質這一步，配合力量訓練，你就已經掌握了長壽飲食最核心的那根，為身體築起最堅固嘅盾牌。第6部分，睡眠大腦嘅深夜洗車機。除咗運動同飲食，仲有一個成日被現代人犧牲，但對長壽至關重要嘅因素，就係睡眠。好多人覺得生前何必久睡，死後自會長眠，為咗工作或者娛樂，每晚只瞓4-5個鐘。阿提亞醫生警告，長期睡眠不足簡直係慢性自殺。當你瞓覺嘅時候，你嘅大腦其實進行緊一項非常重要嘅工作排毒。科學家發現，大腦入面有一套叫膠質淋巴系統 （lymphatic system） 嘅清潔機制。當你進入深度睡眠時，腦脊髓液會喺腦細胞之間快速流動，就像一部深夜洗車機一樣，幫你洗走大腦日間累積嘅代謝廢物，包括會導致阿茲海默症嘅 β 澱粉樣蛋白。如果你長期瞓唔夠或者睡眠質量差，呢啲毒素就會喺大腦入面不斷堆積，直接加速大腦退化。此外，睡眠不足會即時破壞你嘅代謝系統。研究顯示，只要連續幾日睡眠不足6小時，你體內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就會大幅下降，效果等同於一個糖尿病前期患者。所以，阿提亞醫生建議大家必須要將睡眠視為一項不可妥協嘅健康投資，維持規律嘅作息，每日定時起床同入睡，建立強大嘅生物鐘，控制光線，睡前1至2小時，避免接觸手機、電腦嘅藍光，因為藍光會抑制褪黑素睡眠荷爾蒙嘅分泌，保持睡房涼爽。人類喺微亮嘅環境下更容易進入深度睡眠。第7部分，最重要嘅一塊拼圖——情緒健康，喺呢本書嘅最後一部分，阿提亞醫生分享了一個非常震撼，甚至可以話係全書最靈魂嘅章節。佢坦誠自己曾經是一個極度追求完美、工作狂而且脾氣暴躁嘅人。佢雖然擁有頂尖嘅醫學知識，將自己嘅體能、飲食指標控制得近乎完美，但係佢內心深處充滿了焦慮、憤怒同自我厭惡，甚至差點搞到婚姻破裂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嘅心理醫生問咗佢一個問題，徹底敲醒咗佢：彼得，你咁努力想活到100歲，但我想問你，如果你咁討厭你自己，你身邊嘅人又咁驚你，想遠離你，你活咁長，到底係為咗咩？阿提亞醫生這才驚醒，如果沒有情緒健康 （emotional health），生理上嘅長壽 （physical longevity） 根本毫無意義。好多人在追求長壽嘅過程中本末倒置，他們因為驚生病，每日生活喺極度嘅焦慮之中，因為驚食錯嘢，餐餐都食得好痛苦，甚至斷絕晒所有社交生活。這種長期嘅心理壓力同孤獨感對身體造成嘅傷害，其實完全不亞於食垃圾食物或者食煙。所以醫學3.0嘅終極拼圖係心靈嘅重建。我們要學會與自己和解，接納自己嘅不完美，要花時間去經營與家人、朋友嘅親密關係，因為愛、連結同內心嘅平靜，先至係支撐我哋活得長久，而且活得快樂嘅終極動力。各位，睇完《長壽抗衰老的科學與藝術》呢本書，你嘅思維係咪已經經歷了一場大洗腦？長壽唔係等老咗之後交俾醫生嘅事，而係你有依家呢1秒開始就要主動掌控嘅人生規劃。現代醫學2.0只能喺你落懸崖嘅時候幫你拉一拉，但只有你先可以做自己生命嘅 CEO。運用醫學3.0嘅思維，主動去調整你嘅運動、飲食、睡眠同情緒。多謝袁先生嘅解讀，希望今日呢條影片可以成為你人生下半場嘅轉捩點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啟發，請幫忙點讚、訂閱同分享俾你最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。我哋下期影片再見。